自信作为一种心理特质，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力、价值和行为的肯定与信任。这种品质对于个人心理健康、社交表现以及职业发展有助深远的影响。然而，关于自信的来源，一直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：自信是天生的，亦或后天培养的。以下将从遗传、早期生活经历、社会影响以及自我提升的角度，探讨自信的来源，并试图解答这一长久以来的疑问。一、遗传因素对自信的影响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许多心理学家认为自信与基因有一定的关联性。遗传学研究发现，某些性格特质，如外向性、情绪稳定性与自我效能感等，会影响一个人的自信水平。外向性与情绪稳定性较高的人，通常更倾向于对自己有积极的评价，从而拥有较高的自信。这意味着，具有这些特质的人天生对自我更有信心，因而能在各种情境下表现得更加从容。然而，基因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自信水平。尽管一部分人的自信水平受遗传影响较大，但基因只能决定人的性格基础。随着成长环境的变迁和生活经历的累积，即使是性格相似的两个人，最终表现出的自信水平也可能截然不同。这种差异显示出自信是基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二、早期生活经历的影响。幼儿期的生活经历对自信的培养起着关键作用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婴幼儿在成长过程中若能获得足够的爱与支持，便更容易建立自我信任感。具体而言，当孩子在学习行走、说话或其他生活技能时，若能得到家长的鼓励和肯定，便会逐渐形成我能做到的自信心态。这种早期形成的自信心态，为日后面对挑战时的积极反应奠定了基础。与此相对，缺乏支持的成长环境则可能导致自信心的缺失。若孩子在早期经历中频繁受到批评、贬低或忽视，可能会产生自我怀疑，进而影响未来的自信心。这些负面经历不仅会削弱孩子的自我效能感，也会在日后的生活中使其倾向于逃避挑战。因此，早期生活经历对自信的影响深远且持久，且常常成为后天自信心培养的基础或障碍。三、社会影响在自信形成中的作用。社会环境同样是自信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们生活在多元的社会结构中，无论是家庭、学校、职场还是社交圈，都对自信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当一个人处于鼓励性、包容性较强的环境中，便更容易增强自我肯定与自信心。比如，在支持型的职场环境中，员工会更愿意挑战自己，不断实现自我突破，从而增加自信。此外，社会文化也对自信的培养有影响。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个人自信的表达有不同的容忍度与接受度。在一些文化中，自信被视为成功的关键，因此这些文化中成长的人会更愿意表达自信；而在一些偏向集体主义的文化中，自信的表达可能会受到抑制，因为过于强调个人会被视为突出或骄傲。四、自我提升与后天训练的作用。尽管基因、成长经历和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信的形成，但自信绝非不可改变。通过有意识的训练和自我提升，许多人能在后天建立或增强自信。这些方法包括自我肯定练习、设立小目标、参与挑战性活动以及学习新技能等。这些后天的努力能够有效地增强自信，使个人在不同情境中更加积极主动地面对挑战。此外，心理学中的自我效能理论指出，个人对自身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的信任感可以逐渐培养。随着个人成功完成越来越多的挑战，会逐渐累积自信。
因此，当一个人不断面对挑战并取得成就后，这种积累的经验会让他在其他情境下也感到自信，形成良性循环。5. 结论：综合以上讨论，自信既具有天生的基因影响，也受到成长经历、社会环境以及自我努力的深刻影响。从遗传学的角度看，自信的确可能源于天生的性格特质，但后天的环境因素和生活经历对其形成也至关重要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自信的培养既是先天与后天的结合，也是自我不断成长和挑战的结果。因此，自信并非一成不变的天赋特质，而是可以随着自我努力和环境调整而逐步增强的。